后来这个现代发电厂爆炸，使予当地居民非常的惊惶。周边6个村里的里长马上赶到现场来关心，看到副市长林钦荣到场，是要求市府要调查清楚，互因一个交代，甚至一度爆发着下杀。台电早起开说明会时阵，有里长当场痛骂这个副市长林钦荣，讲昨暝的态度真臭样。也有里长规巴倒火，指控台电第一时间无掌握着供线、天然气外泄，所以无通知居民，防灾的机制是完全失灵。几位里长当副市长林钦荣爱市府回应一个交代。林钦荣却包围调回，大家火气拢真粗，这暝遐咧搁小 A， 警察出面就惊发生冲突。只是透早台电召开的说明会内底，里长就骂林钦荣的态度唱呱呱。你记者会讲你有身份，你来要讲话的时，要该提出意见的时，说这个摇摆，我就走。几个里长拢争气，骂台电无好好做安全的防护机制。你都无个掌握安我的生命财产，就完全拢无保障啊。说落来，副里面发言，台电施工单位急要解说，互场面搁拉起来。我对不对？别听，唔听，我嘴。别听，唔听，我嘴。昨暝高雄永安区的兴达电厂暗时离厂内底2号机组伫咧试机械时，天然气走出来，引发气体爆炸着火，互当地民众真惊吓。有民众讲，伫咧气体爆炸着火进前，早就闻到臭臭的化学味。这个味道真的是比较难闻，而且刚好气爆的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。来看规件代志的头来尾去，当地民众讲下晡3、4点，闻到敢若是阿摩尼亚臭味。台电讲暗时7点57，看到2号机天然气泄漏，8点05分气体爆炸着火。民众讲8点11里面才知影，对里面的指控天然气早就泄漏。台电协调火力南部施工主讲，现场确实有安全。我们是会有添加阿摩尼亚，没错。好，所以你讲的你很对，你讲的有不排除。除了2号机管线天然气泄漏、安全感冒泄漏的状况，拢要搁伫咧详细检查。针对这一件公安事故，互里面警示，台电的官员伫咧说明会鞠躬回释咧。先鞠躬道歉。里面要求除了要查详细，这一遍的事故原因，一定要做好完整的安全防灾机制，互民众袂搁再提心吊胆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